真诚的，还是陈淑法的歌啊。谁又在乎你了？谁说你的心思发怒？谁为你而动？如果女人总是人到夜深，不会付出青春，她就会悲沉。是否女人永远不要躲，她最高的天真，为她所爱的人。可是女人还是她的灵魂，她可以奉献一生，为她所爱的人。可是